只要掌握以下呢幾個方法，蘭花嘅花期就由你決定。溫度係最關鍵，溫差大，日頭25至28度，夜晚18至20度，花苞成熟速度會比較快。溫差都唔可以突變，例如突然間開大冷氣或者暖氣，好容易燒苞。氣溫低，夜晚15至18度，花苞成熟同埋開花嘅速度都會比較慢，低過14度，花苞會發育不良或者凍傷。夜晚打開窗就可以達到溫差效果，將佢擺喺窗邊附近，明亮散光已經足夠，千祈唔好直接吹風喎。第二就係要控制淋花嘅次數，減少淋花嘅次數可以令到花苞穩定一啲，同埋延長佢嘅觀賞期。如果想佢快啲開花，正常淋水就得啦。如果室內好乾燥，就要留意唔好俾蘭花缺水。第三，肥料要微調。如果想早啲睇到花，用開花嘅專用肥料，好快就睇到效果。相反，唔施肥就可以減慢開花嘅速度。花開之後要停止施肥，減慢佢嘅新陳代謝，就可以延長上花期。